平時咧，我哋喺廚房度煮嘢食嘅時間咧，可能都會用上罐頭啦。咁啊，罐頭咧煮完之後咧，其實佢可以咧都乾淨回收嘅。小心啲用手咧去將嗰個招紙咧移除佢。咁啊，慢慢搣過搣嘅時間，小心唔好俾自己戒親手啦。咁啊，搣好咗之後咧，佢就可以當紙類回收啦。咁另外一個金屬罐咧，其實就可以用水啦、洗潔精去清洗乾淨，小心移除個罐蓋。咁啊，洗乾淨晾翻乾就可以當金屬回收啦。有時咧買蔬菜嘅時間咧，都會有啲包裝膠袋啦同包裝盒噶喎。咁個包裝膠袋咧，我哋咧可以將嗰個招紙咧用鉸剪剪翻開啦。咁而嗰個膠盤咧，我哋可以用水清洗乾淨，兩樣清洗乾淨之後就可以當膠類回收啦。養生茶咧都係喎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會攞鉸剪咧剪翻開嗰個包裝佢嘅，咁啊令到佢咧容易啲清洗。咁啊剪完之後咧，咁我哋就攤翻開，攞水洗乾淨。咁而個招紙咧可以用手搣或者用鉸剪剪翻開。咁剪完之後晾翻乾，抹翻乾就可以當翻係呢個膠類回收啦。